好，欢迎转到现场，今日好空比宝宝们大家伫个咧，迄个舞蹈的团体哦吼，新古典舞团吼，刚才有讲到伊咧，真难得咧，就喺啲台湾，唔係台湾哦，全世界吼，睇就有咧较真实的唐乐舞、宫廷舞嘛，就错嘅。故说也咩喺刘凤学就喺唔嘅欣赏，就喺博士嘛，吼，刘凤学博士佢创立咧，佢真係有動動目標嘅相反呢。佢一開始唔剛才有講到嘅，佢知道舞蹈不受限，那個東西就做得加熱。嗰時候佢自家對呀宮廷舞，佢自家就去研究，又去日本安尼半年的時間去手抄安尼學盡了，又係教人家掉呢。嗰種一開始的時間，堂道還係你學到的時間，唱就係欣賞教人嘛，你就挑嘛，聽聽。一開始係啦。不過一開始，我講唐樂舞係2001年，可是我教入新古典舞團係1995年。好，開始咧，有一段時間的啦。一段時間即係劉老師長講，我哋係走這個階段的任務，給歷史一個交代。開始咧，我已經看到五專二年級，看到劉鳳學老師拍中國現代舞，那種布蘭詩歌。我們開始講說，哦，原來舞蹈有這種表現。布蘭詩歌，這種是很替代看到現代舞嘛？對。然後第一次看到劉鳳學老師編的舞，因為佢其實當厲害，佢的舞蹈空間運用，還有編排，其實超厲害。不過講起來，一開始唔學嘅時間，唔學嘅係民族係冇？民族舞蹈。民族舞蹈老看到嘅現代舞吼，可能要動到冇相用吼，係冇？佢嘅肢體嘅表現，還有服裝就冇相用嘅呢。其實當到冇用，因為我係。汪散，信州汪散的行業嘛，我哋時間到國中以前都係喺信州。有看到人嘅相片係冇？也看到嘅就係這時間。該係時間，該4年級參加民族舞蹈比賽。那一陣係唔下，又是變身了。誰來啊？誰來？哦，看起來哦。汪散嘛，汪散。青色。該係該些向下，我學跳嘅舞全部都係民族舞蹈。咁一可惜到五專國中畢業以後，我就上台北，就是開始讀台北體專。以前叫做台北體專，後來叫做台北體育學院，現在叫做台北市立大學。因為一直改制嘛，現在政府一直在改制，對。然後我上去了之後，我認為說現代舞是神經病人跳的舞。你講，我也認知，一開始。五專的時間係冇？剛開始上台北的時間。我想我現代我該摸着嗨咧，咁應該自己要動頭這樣。上又按貼，這麼貼近係冇？就用誰來又對他摸着散埋的東西，我是很難接受啦，因為向下上去嘛。可是看到該劉老師在布蘭詩歌之後，我整個心都打開了。你講這種事，你用咩有廿隻幾眼去看咯？因為你自家就冇考現代舞的咩，你用咩去看咯？該給天的學校貴起來咯，係咪？因為我讀舞蹈學校嘛，係啊，學校老師不同領域都要去涉獵啊。因為你到台北這個大都市，就會接觸到真的，那時候我就覺得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。然後老師就開始推薦好的作品。然後我台北體專的老師叫做張麗珠教授。對，他也是劉鳳學老師的學生。因為劉鳳學老師今年已經90歲了。對，然後他就推薦我們去看，我看完之後，我就開始正式進入到新古典舞團。contact 過後你就揀呢啲，你這樣是喊係五專生。五專3年級，我五專2年級考，我3年級是教你的。嗰種喊係學生嘅咩做得揀呢咯？呀，舞團咩做得？做得嗰些是按照講實習團員。愛考試嘛？愛考。按考嘅時間，你去跳乜個舞？民族舞。基本出一段舞蹈嘛。不過蠻幸運的是。1996年，我跳的國家戲劇院跳的第一檔叫《曹丕與甄宓》歷史劇，對，佢獨獨係民俗愛嘛，獨獨係我擅長，我先開始變到講，獨獨好落去，而且跳很不錯的角色，雙人丑角的角色，然後也慢慢接觸到劉鳳學老師的知識，跟他的智慧。唔但將迄佢跳舞嘅用嘅，還有佢嘅知識，還有佢嘅，你剛才講到嘅清難嘅雜學嘅部分，沒有感受到就係劉鳳學博士佢嘅底蘊係冇相用嘅吼，係冇。幾時先冇呀？係冇，氣質就冇相用。台灣已經看到基本哎，肅然起敬嘅冇。緊些，因為你看現在台灣很紅的那個雲門舞集，的創辦人那個林懷民老師，他也是劉鳳學老師的學生。對，所以我們講太假就低耶，這樣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台灣舞蹈界沒有
我们都是刘凤雪老师的徒子徒孙，应该是直接这么说。而且为什么他对人很凶很严格，应该不能说凶啦，动烟嘛，动烟嘅，动烟哦，佢唔係因偷懶，唔係因遲到，你遲到基本上已經慣到冇嘅，唔係因落來。真勁咯，真是都一下喊黑。你下要好好咧啦，90歲咧嘛哈，90歲咧，冇你下基每年紀大咧啦，是慢慢老應該訓練的時間都高下來。就做一個顧問呐，係冇？哎，對啊，佢一個藝術指導，他也是，他只要一出現哦，我們在所謂開玩笑講哦，劉氏基金喝的那個基金來，然後大家就會肅然起敬。對，明明就是已經跳到沒有力了，他只要一出現，大家就是精神百倍，繼續再拼。這就是他的權威，他所常年下來，他堅持他的工作態度，影響的這是我們後面的所有人。嗰種無論係TP 做對看到佢嘅人，還係一下較後生嘅人，還係有兒童嘅人看到佢就有認識就錯嘅劉鳳雪博士安尼，就會懂尊敬劉奶奶安尼。係劉奶奶，你懂你，其實我哋會開玩笑啦哈，是講香菇頭。白色的香菇頭，因為佢是年輕的時節，佢睇白睇我當陌生一可是也不生來。佢係真正做對公司的人啦，哈，他開得起玩笑哈。現在可以，現在你也做得啦，你也佢只是很和藹。有啊，有看到相片，哇，懂慈祥。佢倆很好拍哦，玩真拍。哎呀，你快睇按你講佢，咁做得。唔講吼，也講起來吼，劉鳳雪博士吼對呀，新古典。唔但像喺新古典，喺幾隻台灣，還係幾隻世界地圖嘅，就現退伍嘅也部分真正動態貢獻啦吼。啊，講到安泰，唔過來，所較細些咧，就對你來講，唔似講劉鳳雪博士、劉鳳雪先生對你來講，唔講到青島嘅係乜解？我時候都最多嘅係做人的態度，做人啊，唔好不要想偷懶，從佢人路嚟講。時間是最重要的，時間是唯一你可以掌控的。因為像佢都一下喊啲以身作則，佢喊咧做本你要條看安尼。你知道，因為其實年輕的人難免就是偷懶嘛，從愛預期美博啦，可惜是為難死啊！哎，不難死哈，可在腦海裡面就會浮現出劉鳳雪老師。重的。哎，所以說說一遍安逸，可以除了那一種你說舞蹈基本的身體訓練，我們當然學到了他的特質，使用身體的方式。好，然後還有編導就是我一直跟在他身邊。當初是我的身份是舞者，跳舞外嘛，要給跳舞給他作品。可是我哋碰水，我是會記好。你用為安音拍呢？你用為繞音表解，用為繞其他欣賞。脫離嘅係冇。哎，佢美學觀、空間運用，只是到其他啦，欣賞冇唔樣。唔講咩唔係做青吼，做一個舞者嘅人，就有佢嘅天分，做一個編舞嘅人冇吼。冇會停，動音唔會跳，唔會拍，唔會拍舞，只是動音唔會拍舞。咩唔係講呀哈？咩唔係講呀？係你唔好嘅事情，係各有專精啦。可能有上是有人佢就係天生一個青好嘅一個舞者，唔過佢冇聽出愛編咩，係嘛？唔過像小牛老師，你咩有編舞啊？你睇講唔咩對呀客家，你唔自家就學人咩？你對呀客家嘅部分咩清有興趣，還係清有研究吼？你提擺來做咧客家嘅舞，就係化用舞技嘅時節，咩係清難得嘅吼？提擺，提擺用客家嘅題材拍舞啦。最愛接觸拍舞，你睇工作係劉鳳雪老師。那時候給你在任務，對，莫名其妙的任務。現在你睇網絡當過係咩漸凍人很出名，就是撒冰塊那個為漸凍人募款那一些，對不對？其實愛迪2001年就已經幫漸凍人協會編過舞了。哦，係味道嘅募款係嘿。他們的漸凍人協會那時候是成立6週年感恩會，然後那漸凍人協會呢就請了劉鳳雪老師去編。可是表演聽聽啦，係冇？編舞，還有表演給大家。對，編一支舞嘛，去跳給漸凍人看，跳給那一些醫療人員看。對，就懂辛苦啊。對，然後那時候劉鳳雪老師就說：“小牛，你來編。”我就愣住了，因為那時候很忙編歌就錯嘅。老師當時佢現在忙編大，就是以舞團名義去編舞。佢現在寫老師講，
小牛，我要体育的不应走，我就想，好啊，我就年轻嘛，我话冇问题，我该想的东西嘛，人家老师可能迄个等下拍舞拍的到哪三哪一条吧。哦，结果上口上台就没有，老师结果。因为我一定有比我长的团员，结果他就在大家面前说，就说希望这一次由小牛去负责渐冻人感恩会的那个。好多糖豆芽。那一次就是第一次，就是用新古典的名义，然后去做一个创作，那是才开始接入到编所谓的群舞的部分。然后刚刚糖豆的时间，第一摆糖豆，一摆就由小牛先生来做一个编舞的角色的时间。一定跟他没有共斗，你身后没有，你身边没有共斗，迄学长啊嘛，个比较资深的。不过你糖斗的时间，你迄冲较大，还咧强较大。强，当真是会强。因为你在嘛，你冇读出去解步，你一个唔知到底会发生乜嘅事情。未唔知讲歹舞按好高，未唔知讲歹舞按艰苦。可惜是解步，你只是很读出去，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推手嘛，就是刘凤学老师啊，对，所以他最有影响很。有你港不你走啦，系冇？那要承担那要承担舞团的名声呢。嘿啊，得用新古典让你挂保证啊，就不会你。狗蜜特别主持人讲哈改创作，开始狗蜜咧，狗蜜2003年刘凤学老师很爱成立这样的花园舞集嘛，特别主持人讲。该些刘凤学老师讲，小牛你是客家人，你要以客家题材出发，这样才对得起你自己本身的文化。对，他是这样说。然后我想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所以花园舞集就是这样成立的。然后成立了之后，连3年都会走80分钟以上的大型的舞作。第一个叫做《盲神来》，包中。然后第2个叫做《盲神来了》，然后第3个叫做《客家时节》。对，3个共起了呀，花园舞集就系因为就系刘凤学博士给抢，唔系抢，就希望唔去咁样做得来成立一类算系舞团的。没系舞团，就是各自立案。自己立案的一个舞蹈机构，对。哇，真紧所有的欣赏就会希望这个字体做对青出于蓝，有这个风向，这个文化，做出这个作品啦不过跟他讲到的也花园舞集算来底度，乜个东西啦客家有关，迄个海滩就所以个舞台家底也下先来聊一下。